有呢個 Sport Pro。大家睇我啲 vlog，日操夜操，操嘢教班做創作，再操嘢再教班，身體咧就其實處於極大嘅壓力之下嘅。唔講你唔知啦，長期高強度訓練同工作壓力咧，會令啊腎上腺素釋放大量嘅壓力荷爾蒙，即係皮質醇啊。皮質醇一高咧真係好大鑊嘅，佢唔單止會令到肌肉分解速率提升啊，直接阻礙你增肌，仲會搞到夜夜晚瞓唔冧啊，經常淺眠中斷，瞓得唔好，肌肉點生咧，體能點恢復咧？所以我最近開始食咗呢隻愛爾蘭 No.1 活性消化益生菌品牌。記住佢唔係普通腸胃健康嗰啲益生菌，佢係針對我哋大腦神經嘅腦腸軸。佢入邊有隻好屈機嘅單一專利菌株叫做長雙歧桿菌1714，有4星期腦掃描臨床實證，食咗佢可以有效將皮質醇大降31%。皮質醇一跌，我最大嘅感受就係夜晚瞓得極之好啊！佢幫我提升咗入睡嘅效率，進入深層睡眠，加速運動之後嘅恢復，瞓醒直頭係叉足電嘅狀態。除咗恢復，佢仲加咗維他命 B6 同 B12，幫手減輕疲勞感。大腦仲會增加 beta 波啊，令我更加醒腦提神。所以就算 HiWalk 本身唔係我嘅專項訓練，我都一樣夠姜挑戰。作為一個每日都追求進步嘅訓練者，食落肚嘅嘢一定要安全。呢隻 Sport Pro Plus 有 Informed Sports 嘅認證啊，保證係冇違禁物質，連 IOC 國際奧委會都審核認可啊，連英國奧運舉重代表 Alice 同埋香港嘅單車隊前主幹成員梁家瑜都有食，所以想好似我咁日操夜操都頂得順，突破運動續航力。呢隻 Sport Pro Plus 而家喺松本清同 HKTV Mall 都有得賣。